1台4、1台中快捷巴士 BRT 的机电设备哦，因为拢无使用，市政府决定要请厂商来拆掉。也毋过最近有民众就发现讲，市政府站卖票补票的机械哦，拢专工家己包起来，佮特别有做彩绘。民众是质疑讲，毋是要拆掉咯，更有需要佮浪费钱咧。 台中快捷公车 BRT 机电设备可能9年无用，市政府伫咧今年追加220万预算准备拆除，但是最近伫咧市政府站，所有民众发现卖票机甲补票机拢去完全包起来，而且伫咧外观美化彩绘，向批评浪费钱。我觉得浪费钱啊，就已经用不到的东西，为什么还要包装？就快点把它收起来就好了。它包这样好看吗？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。钱啊，这种我们一些费用，就是讲我们缴纳的税金，是希望能得到妥善的运用。台中 BRT 机电系统也佮包括预约查询机、加达机、收费闸门、多媒体显示机等等。毋但是将来无启用过，后续还佮甲厂商有诉讼争议。司法定诉到去年告一段落，因此准备启动拆除作业。 市府表示，因为日前市府举办活动，配合宣传，将市政府站站体美化。活动了无广告的问题，因此甲保留起来，并不是特别包装。那未来策展的时间，我们会配合交通局的时程来办理。我们有初步跟他谈了，3个月以内必须要完成。我们自己的时间表大概会抓10月底前。 要把它完成，最慢会在年底。交通局强调，目前40个站体，总共有233座机电设备要拆，已经要求厂商拆除作业8月展开，工期3个月，后续还有报废、移除、拍卖等程序。看几2年无用的 BRT 月台机电设备退场进前，搁起波澜，也引起了外界议论。记者台中报道。